市长黄伟泰伫个身体检查出院以后，虽然早就开始来走行程，伫个向议会请假2天过后，上午嘛首次到议会来备询，包括议员李伟智、吕维印，拢纷纷关心市长的身体状况。非常高兴市长终于康复回到议事厅了市长，因为大家足关心你的身体那你是不是用头10秒、20秒，甲咱的这市民朋友，甲大家请安一个，讲你嘛真勇敢安尼啦谢谢，多谢李议员，感谢市民朋友以及咱议会各位议员的关心其实互我这边安尼，互我感觉一个体会就是健康上重要因为无健康的身体这个厝里的人会担心嘛较加较劳动市民朋友也是咱的亲朋好友包括议员先进大家嘛会担心所以呢，咱身负顶派有这个责任，咱都要去努力做但是上重要是把身体养好这边的这个这个检查入院检查甲身体不适互我上大的体会感谢市民朋友甲议员先进的关心甲大家会这个，互大家挂心，多谢。可能是因为您太喜欢这个勤跑基层这个你都行程都以20分钟为一个单位所以导致你的休息时间可能没有那么的充足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帮市长加油一下，把你补一下。那个谢谢。接续议员陈义珍嘛为目前台湾的防疫准备，包括春节返乡，询问市府相关的局处，伫个防疫旅馆甲防疫客停车的准备数量是毋是充足？议员表示，以目前1月份登记要大已经达到100%，烦恼台南的防疫旅馆根本就无法度应付，而且数量阁是6都上少。上卫生局的官网必须从这个防疫旅馆的媒合平台的话，提出登记预定的话，要返台7天前才会有这个专员联络，所以会发生什么情形？第一个，他要一个一个去旅宿网上面看，然后打电话去问。然后问了说满房的时候，如果他去平台登记，他7天前他才会得到通知。那对民众来讲说不确定我到底有没有房，是完全不确定的状况。对民众来讲，就会觉得很难以决定说，那我机票要不要订？我到底订不订得到房间都是未知数。那我回来如果没有防疫旅馆可以居住的话，那就成了防疫就成了问题1月份的部分我们还有房吗？跟议员报告其实我们应该是在这个礼拜我们就会陆续有一些饭店会再加入，然后上架，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补充的是。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其实政策10+4、7+7+710+4+7跟7+7+7在调，还有同住家人的部分是。所以其实这些数字一直都在变化。是。对，然后还有包含说，民众其实我们是公开可以预约的，他们在台南有预约，可能在高雄没办法可能在其他县市政府，比如说台北、桃园，他可能都有预约所以我们都会一直清房。另外，伫个防疫旅馆的补助方面，议员陈义珍认为，伫个桃园、新竹甲高雄拢有加码的补助，不过台南却只维持中央的1天补助1000块，认为诱因无够。对此，观光局长回应，伫个进前招募防疫旅馆的时，就提供1届性的补助，未来会持续来招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